主后2024年4月1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欢喜迎接新郎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45篇第10到17节。我的心唱出美好的话，我要唱为着王做的诗。我的舌亲像作家老练的笔。你比所有的查甫人较漂撇，你讲的话真优雅，得到上帝赐福，直到永远。大权能的王摇着下剑，显示你的荣光甲威严。为着真理、谦卑、公义，你威严徛要进前，必战必胜。你的正手做通行位的事。你的钱进来，射透王对敌的心，互因拢倒伫你骹下。你的宝座是上帝所赐，线到永永远远。你的国的权柄是正直的权柄。你以爱公义，掩护不法，所以上帝，你的上帝欢喜用油抹你，超过抹你的重判。你的衣裳有沐浴、沉香、肉桂的香味，对唱艺的王宫有弦乐，互你欢喜。你王妃的中间有列国的公主，王后用上纯的金装塔，徛伫你正边。查某囡仔着斟酌听上细声，着袂记得你的百姓甲你老爸的家。王的恋慕，你的水，伊是你的主，你着顺服。太年的人民话来送礼物，百姓中的好业人话来对你求温情。王的新娘伫宫内非常荣华，伊穿金线绣的礼服，伊穿绣花的礼服，互人牵到王面前。伴嫁的在室女缀伫后面，嘛来到你面前，因欢喜快乐，互人带进入王宫。你的子孙会续接你的列祖，你要设立因伫全地做王。我要互你的名代代受纪念，万民会永永远远称赞你。欢喜迎接新郎。诗篇45篇是君王婚礼之歌，毋过咱无确定作者是受到倒一场婚礼启发的。世间的王权会对着世代的交替得更改，上帝却应允大笔的宝座要永远长存。大笔王朝象征上帝对世界的统治。上帝才是最终的王权。若是大笔的子孙，耶稣基督就是永远的君王。本诗也甲咱连伫这位君王新郎基督和新娘教会。伫本诗中间，通看到诗人对君王、对新娘、对国家的称赞。首先，诗人称赞君王，你比所有的查甫人较漂撇，你讲的话真优雅，所以上帝赐你直到永远。这互咱联想到雅歌。雅歌是描述爱情的歌集，其中侪侪页写着我亲爱、我心爱。透过雅歌也会当帮助咱思想家己甲上帝的关系，思想基督甲教会的关系。诗人讲：我的心唱出美好的话，我要唱为着王做的诗。我的舌亲像作家老练的笔。那呢，咱安怎看君王耶稣呢？安怎听耶稣呢？是毋是逐工用时间亲近伊、向伊祈祷，
青蛇和俄勒咧。其次，伫十一节、13节，诗人俄勒新娘讲：王话乱无你的水。王的新娘伫宫内非常荣华，伊穿金线绣的礼服。14节讲到，当君王迎娶新娘的时，背叛新娘的宾相也会得到引见。这段经文，互我联想到新约的10个少女的譬喻。马太福音25章第19、13节，耶稣讲到有10个少女摕油灯出去听候迎娶的新郎转来，其中5个少女准备到野的灯油，另外5个却无准备到野的油，因为安尼新郎来的时，因袂当进入去享受欢乐的喜宴。盼望咱也当做好准备，警醒听候，届时才会当欢喜快乐，做伙入去享受主人所准备的宴席。接续，诗人俄勒的对象对新娘换变做互君王统治的万民，也就是国家。诗人讲：你的子孙为线接你的列祖。你要设立因伫全地做王，我要互你的名代代受纪念，万民会永永远远称赞你。这首君王婚姻之歌，最后讲到一个永存的国度，这个国度要永垂不朽，受到万民的歌颂甲信赖。这首诗也互人联想到启示录21章，万民甲主同住伫新天新地的景象。使徒约翰讲：我阁看见圣城新的耶路撒冷，对天顶上帝遐降落来，亲像新郎装他好势，要迎接丈夫。这世界常常有战乱，有天灾地变。人赖以生存的保障甲法则，无一项可靠。只有上帝的国度才会当带来永远的平安，永无强震的阻碍甲恩典。愿上帝的名受万代纪念，受万民称颂。默想：当新天新地来临的时，我会伫内面未？当新天新地来临的时，我会伫内面吗？咱来祈祷，万王的王，万主之主。虽然阮互这世界的战乱和天灾人祸所苦，总是我相信你永远的新天新地得要来到。当你伫迄边在点名的时，祈求你保守我，也伫其中。奉主耶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